苗栗有一位客家古物收藏家，收集有好几百件的古物。肚兜、衬裙，100年前客家妇女流行的织法，全反映在这些贴身的衣物上。寝具同样也可以看得出当年时髦的设计，像是这个来自台中的客家古床，床边的雕刻是富贵人家的专利。古来以前的客家人啊，当有钱的人，也先做一种金饰、金钟体噶，一玻璃的吧，相当贵的东西。给他价值啦，老牛的哦，所以你看到保持8年以上哦，还可以保持到还蛮正。书法是古人修身养性的方法，挂在墙壁上的这幅秋逢甲的真迹，让人看了很感动。190年下相当难得。以前做过台湾抗日的义军统帅，也係相當難得的一個字畫。對其他台灣老太嚟講，已經看得到已經冇呢度裝嘅。古物收藏成了钟燕淼的最爱。他说，他会一直搜寻古物，继续收藏下去。只要有客家展出的邀约，他一定不会缺席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苗栗报道。新竹湖口老街最近有几个年轻人经营小吃店，创新口味。拿出精选的美国进口黄豆，将一粒粒的大豆磨成豆浆。加点凝固剂，让一体豆浆变成了固体状，豆腐脑就这样大功告成。做下好嘅些食啊，落喺嘴度嘅些，食到個嘴，嗰種好嘅感覺啊，一下子很潤好嘅關係人哈。做好的豆腐腦加的可不是糖水，而是味噌湯。这样另类的創意好吃嗎？感覺全寫在小朋友的臉上。村長說，豆腐腦的新吃法，老街居民很有信心。當到後生嘅啊，全部轉嚟，轉嚟佢哋研究講樣板然後攞解了，要發到以振興去啦。所以講青島後生人士出嚟研究佢個條擺老人家冇法度上到較好嘅，然後佢攞古董嘅食品啊，拿來改裝。村長表示，除了古蹟建築外，客家美食則是湖口老街的重要角色。如何在傳統小吃中創新，吸引觀光客的目光，是湖口老街居民努力的方向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新竹報道。中央廣播電台的方言組有好幾位資深的客語導播，製作客語廣播節目，播送到世界各地。共同的分享。也在今日節目當中呢，你要繼續來為譚中平來介紹。袁碧文與江光大是中央廣播電台最資深、最受歡迎的客語節目主持人。有了他們，中國大陸每家地區、東南亞，甚至是遠在南非的摩里西斯琉璃旺，都可以聽到來自台灣的客家聲音。當然包括食衣住行娛樂啊，樣樣都有。主要個目的呢，就係一本海外本態度嘅鄉親啊，能夠真實嘅來了解在台灣地區嘅。我哋嘅客家鄉親，在台灣地區嘅所有人生活嘅情形。民國46年，台灣就開始用客語廣播對海外發聲，一直到現在，專業標準的發音及豐富的節目內容，也讓中央廣播電台成為國內製作客語廣播的金字招牌。中央電台對海外嘅廣播嘅使用嘅客家話嘅語言嚇，就以西演客為主，主要係西演客嘅訪問來賓，當然也要當到係海陸客嘅來賓嚇。不過在海外地區可能海陸客較淡色。除了廣播，全球各地的客家人還可以從網絡上收聽到節目，一大疊一大疊來自馬來西亞琉璃旺的觀眾來信及傳真，這說明了海外的客家人心繫台灣。還有中國聽眾說，他們看到了客委會的用心。民視新聞蔡學元、蔡明正台北報道。